祝大家平安健康快樂。嗱，見到我講啲嘅經節，祝福大家。在呢個羅馬書第8、第1節咁樣講到，見到係咪人在耶穌基督內中唔會得到處罰，但係呢，因為耶穌基督上帝來了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用眾人嘅罪本佢擔hết，十字架係相信佢。經節講，買啥相信佢，買人家嘅內中表示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而唔會得到處罰。嗱，即係用人哋嘅需要一個救主。羅馬8第2節咁樣講到，上帝拿出係屬於一個靈本是個獨立嘅意思，上帝將能夠本個獨立，在耶穌基督內中獨立咪嗱，獨立從一罪惡態度嘅方面。每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係一個天父，一個罪本佢赦免hết，一個罪本佢贖hết，一個罪本佢擔hết。嗱，是達到獨立從一罪惡態度嘅方面，獨立從一糾結程度嘅方面，獨立從一切這個世間裏每個苦衷、每個痛苦、每個煩惱、每個不實，攏總是個能夠獨立，這樣人這個需要。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亦都係要有謙卑嘅心，即係係相信佢，係信任佢，即係要得到呢個恩典。係咪人相信信任都係得到？見到呢，係講兄弟姊妹要有謙卑嘅心，你聽我禱告，你就得到。你係通通聽我講，主耶穌，主耶穌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係我嘅救主，我打開心，你講我打開心。你講打開口，我打開口，信任，耶穌基督係我上帝，係我救主，在耶穌名我禱告，阿門。嗱，係講你聽我禱告，從我用人禱告，你得到嘅恩典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